南投埔里镇社区产业行销计划安排游客行入社区，去了解社区的人文，同时参访社区的产业甲动手的体验，让游客熟悉无同款的埔里。来到必备社区，社区提供食物制作体验；来到桃米社区，会当家己来做上笋。有总共5个社区一起来办理2天的这样子的活动。那最主要，我们也是透过我们社区的深度的介绍，然后甚至做产业的介绍，让DIY 等等让我们的游客呢能够进到社区来实际的体验跟认识。除了 DIY 社区产业游程，带游客实际行入社区，熟悉人文风情，各有特色产业，让游客感觉真有价值。可以深入在地的那些，例如说居民啊，那些他们的特色，感觉可以更深度的去体验，感觉还蛮棒的。社区产业游程重视社区风情和人文，还有对产业的体验了解，希望带游客深入农村，感受特殊风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